唔該晒啊，李生。咁咧就我手上咧就收到一份動議嘅，就係由鄧賀年議員提出，鄧志祥、鄧潤楚、程振明、曾憲強、文富穩咁5位議員嘅和議嘅。咁呢份動議咧就或者咧就因為咧剛才即係部門就介紹咗有關工程嘅情況啦。咁由於咧就有議員提出動議，而且呢個動議咧係涉及到咧就我哋上一次大會咧提出嚟嘅動議嘅相關嘅一個動議嚟嘅。咁所以咧就我接納佢咧就一個嘅臨時動議，咁亦都咧就住呢個動議咧就作出討論先嘅。咁希望咧就大家睇睇熒光幕嗰度啦。咁咧就正式嘅內容咧就喺今天開始啦，應該係即係個主要嘅內容啊，即係上邊係背景嚟嘅。或者我讀一讀即係嗰一段啦。就今天由路政署及港鐵公司再來本會諮詢，完全未就本會上次提出動議作出回應。漠視元朗區議會現本會現提出反對廣深鐵路經元朗區錦田鄉、八鄉及新田鄉及本會提出遺憾動議。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幾位提出嚟嘅動議嘅內容。剛才問佢冇人同意，亦都話將鄉事委員會3個鄉事委員會嘅意見俾咗你，你今日有冇反映到？有冇帶翻啲嘢落嚟俾3個鄉事委員會咧？喂，又係噏埋呢啲咁嘅嘢，一陣間又話我哋過咗嚇。既然係冇嘢帶到嚟，就唔好嚟開會，嘥大家時間。剛才咧就鄧賀年議員動議，就由5位議員同事和議嘅一個動議咧。就剛才我都喺即係會議開始嘅時候已經讀咗啦，咁大家都可以參考翻，我唔再讀啦。咁咧就支持呢個動議嘅請舉手，即係支持呢個動議嘅請舉手。大家睇到係今日嗰度開始嗰一段開始係，大家數住啊，好，數定未啊？25個贊成，反對嘅請舉手，冇嘅。咁咧棄權嘅請舉手，12個。咁好啦，咁動議咧就獲得過半數嘅支持，即係25位支持。咁今日嘅鄧賀年議員提出嚟嘅動議，由5位同事和議嘅呢一個動議咧獲得通過嘅。唔該晒各位。但係咧就如果今次之後佢哋去鄉事會咧討論嘅問題或者大家嘅溝通咧仍然係得唔到佢哋支持咧，咁我哋區議會咧就唔會接受你上嚟呢度傾㗎。